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集係一連兩集，我哋將會同大家分享東京嘅素食餐廳。第一站，我哋嚟到銀座嘅 Komeda East， 試下佢哋嘅純素早餐。呢間係純素版嘅 Komeda's Coffee， 食物嘅款式同埋裝修都同普通分食版冇太大嘅分別。早餐時段一樣都係叫飲品，送一份吐司早餐。早餐可以揀配藍莓果醬、紅豆蓉又或者豆乳 cream。部分嘅嘢食係有五辛，如果唔食五辛嘅話，落單之前可以同店員確認一下嘢食有冇五辛嘅成分。烤吐司同埋普通 Komeda's Coffee 食到嘅吐司一樣咁鬆軟同埋香脆。烤肉檸檬三文治係類似公司三文治，一半係用植物肉做餡，另一半係番茄同埋青瓜。植物肉好有咬口，味道鹹鹹地。純素鬆餅質感比較實，類似 muffin。鬆餅表面白色圓球形嘅醬係純素牛油，味道有少少鹹，配埋豆乳一齊食，味道都幾夾。第二站，我哋去咗食純素壽司。餐牌上邊有3款壽司定食，分別係基本套餐、豪華套餐同埋日本酒組合套餐。每款套餐都有提供無五辛嘅版本，某啲含五辛嘅壽司同埋醬料會用冇五辛嘅壽司同埋醬料去代替。基本套餐一共有10件壽司、1碗味噌湯同埋6款醬提供。餐牌上邊有推介每款壽司應該要點邊款醬。我覺得比較特別嘅就係素蝦天婦羅壽司，望落好似真嘅炸蝦天婦羅咁，其實中間係紅蘿蔔條。另一款令到我幾驚喜嘅就係植物蛋沙律壽司，表面一粒粒白色嘅食材，質感好似真嘅蛋白咁。蛋沙律本身已經有鹹味，我覺得唔點醬都夠晒味。吞拿魚表面嘅素魚子一咬就爆開，係用海藻整成。豪華套餐係基本套餐再加飲品同埋甜品，我哋揀咗純素銅鑼燒同埋柚子茶。純素銅鑼燒上菜嘅時候係暖暖地，質感幾軟熟。中間夾住紅豆餡。餐廳嘅座位唔多，大家嚟之前記得要喺網上 book 定位啊。夜晚我哋去咗菜道食晚飯。菜道係一間好出名嘅純素無五辛嘅廚師發辦餐廳。我哋試咗7道菜套餐，有前菜、湯、燒麥、主食、甜品同埋飲品。我哋要先揀主食同埋飲品，掂完之後就開始上菜。白蘿蔔絲係暖嘅，撈咗冬菇片同埋海草。純素芝士嘅外表切成一片片嘅薯仔，味道唔會好鹹。蓮藕翅係用上湯煮過，所以質感比較腍身。蓮藕片中間夾住素肉餅，質感好似新豬肉，表面放咗炸過嘅番薯絲。湯有椰菜花味，質感好似薯蓉咁 creamy。炸雞串燒係放喺烤爐上邊，賣相都幾靚。炸素雞係烤麩嘅質感，
食落比較彈牙。我哋開頭以為串燒底下嘅炭係裝飾，點知原來食得㗎喎，口感似炸薯條。主食方面，我哋3個人分別叫咗鰻魚飯、豬扒飯同埋咖喱飯。豬扒飯同埋鰻魚飯嘅飯底都係一樣，用紫菜絲撈埋紅米飯。豬扒翅係用大豆纖維整成，質感比較實，外面食落好脆口。素鰻魚嘅質感比較腍同埋鬆化，冇淋任何醬汁喺面。咖喱汁好香，不過就比較鹹。配料以蔬菜為主，例如有脆肉瓜、茄子、車厘茄同埋青豆。純素意大利雪糕味道比較酸，質感似雪巴，食到冰粒嘅口感。餐廳有大約5至6張台，需要提前1個月預約，但每次都好快俾人 book 晒。預約嘅時候要揀埋套餐。今集先嚟到呢度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希望大家會鍾意我嘅影片 ，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like 同 share 呢條片俾更多朋友睇，仲有 follow埋我嘅 Instagram。